咁而另外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喺啱啱過咗嘅呢個禮拜日就圓滿舉行咗啦。咁東京音樂節嘅總監亦都係會係今屆評判嘅渡邊正文先生，喺日前就同3位得獎新秀見面，咁並且係邀請冠軍梅艷芳參加出年嘅東京音樂節嘅。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嘅競猜遊戲咧，又到咗抽獎時間咯喎。係啊，咁今日我哋好高興啊，因為係特別請到冠軍梅艷芳上嚟為我哋抽獎嘅，唔該晒你嚇，梅艷芳。多謝梅小姐，我前面有個抽獎箱，咁啊麻煩你啦，先抽3獎先。3獎咧可以獲得琴行禮券3000蚊嘅。咁我睇下3獎嘅得主咧，就係蘇鴻毅相信係先生嚟㗎啦，住喺香港柴灣道㗎。係，咁跟住咧就係2獎啦。咁2獎嘅朋友咧就可以獲得價值5000蚊嘅電視遊戲機㗎。睇下邊位幸運朋友先。就係住喺香港跑馬地嘅阮玉珊女士，咁好恭喜你嚇！咁而家咧就輪到抽頭獎咯喎。嗱咁得到頭獎嘅嗰位朋友呢，就可以得到電視機同埋電視錄影機係一套價值11000蚊嘅。哦，睇下邊位咁幸運。頭獎交俾你啦，阿晶。哎呀！咁呢位咧就係黃超琴女士嚟嘅，咁佢就係住喺九龍觀塘嘅，咁我哋就會係寫信通知你哋噶啦，係咪？唔好啦。該晒你嚇，梅艷芳。咁3位得獎人都知道晒啦嚇。咁梅艷芳，順便請問下你啦，今次你點解會參加咁嘅比賽嘅咧？我諗係我媽媽同埋啲朋友鼓勵嘅啦。咁我都想嘗試下，可以買自己嘛。係啊，嗱，咁其實你參加呢個比賽啦，今次你一早你係咪諗住你自己係一定得嘅，好有把握，諗住即係宣佈嗰陣時肯定係我噶啦，定係根本你覺得好意外咧？好意外啊！你真係覺得好意外？嚇！我頭聽到自己嘅名嗰陣時都唔信啊，唔信係自己嚟嘅，咁聽真啲都係喎。而家事實擺在眼前啦，而家。係梅艷芳嗱，我知道你得咗獎之後咧，渡邊正文先生咧就係邀請你參加日本嘅東京音樂節啦。咁你心情點樣？好開心啦，但係我又好緊張喎，因為咧呢個係一個好重嘅身負重任嚟嘅。咁我諗我會盡力去唱啦，盡力去表現得好。咁喺呢度咧就祝你馬到功成啦！多謝你上嚟，小姐，多謝你嚇。不過我哋對你真係好有信心啊！嗱，梅艷芳，咁你今日咧就第一次上嚟做我哋嘉賓咁啊，希望以後咧有多啲機會上嚟傾一白，同大家傾下偈咁樣嚇。咁就順便送你出去嚇，因為你係客人。咁我拎埋個抽獎箱先嚇，係，真係呢邊。